子，关海呢？回老家了。回去了也好，在外边受了伤，只有回到爸爸妈妈跟前儿才能养好。救苦救难的何老师，有何贵干啊？哎，你知道开机了你？不是我问你，你要手机干嘛的呀？你不开机，你干脆把手机扔海里得了。你赶紧给尾号1568的回一个电话。什么事儿啊？我爸的副导演。哎，大哥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说我图什么呀？我费那么大的劲把你的资料送到我爸那儿，结果倒好，您给我来个关机。哎，那个不是，这不是昨天演出吗？然后就把电话关了，什么情况？我告诉你，我爸这戏马上就要开机了。现在这个角色戏份虽然不多，但绝对出彩。真的假的？何导的戏？这个戏我爸传了好几年了，你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啊！能上这个戏，你就一步登天了。我先马上打啊，谢谢。要回北京了？等一下，老妈。哎，你好，田导吗？对，我是。这样后天吧，我们后天下午见，好不好？啊，我身高1.83米，然后体重是65公斤。成，好嘞，好，后天见啊。哎，谢谢。儿子，要回北京了？老妈，这是何鼎天导演的戏。哎，他不是演员吗？他现在转做导演了，现在是咱国内最贵的导演。啊，儿子，你在里边演什么角色呀？他说是男4号，但是还不确定。哎呦，我儿子好啊，儿子，妈妈为你高兴啊！老妈，赐予我力量！哎呀，儿子太好了呀，终于有角色演了。保佑。老妈啊，做点什么好吃的。行，我去买你最爱吃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好，去买东西去，给你爸爸打个电话，让他也回来。由海州著名演员刘奕明、孟妮领衔主演的话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演出期间备受好评，场场爆满。今晚将结束最后一场演出。本剧导演同时也是海州话剧院院长的丁岩，对首轮15场的演出表示高度满意。话剧首演当日就创造了海州有史以来最高的票房，各方讨论不断。扮演罗密欧的刘奕明同时也是一位影视演员。对于此次的出演，他表示虽然是临危受命，但是以往对这个角色下过很多心血，这对他融入角色有非常大的帮助。而出演朱丽叶的孟妮虽然刚刚毕业不久，但戏剧学院出身的她也有非常深厚的功底。两个人深情演绎的爱情让在场观众无不感动掉泪。剧院方面表示不会再增加演出场次，因此还没有看过的观众一定要把握今晚最后的演出。今夜就让我们与罗密欧一起度过这属于海州的浪漫之恋。票已经帮你买好了，很抢手的，今天晚上最后一场。谢谢啊。张总，你为什么要自己买票啊？我想给他个惊喜。哎，对了，帮我订束花。哦，好，我这就去。哎，2束吧。好。
哟，妮妮，你这几天是休息不大好呀，你黑眼圈都出来了啊！啊，这几天没睡好。哎，你看我这粉底都遮不住了。不过别着急，我朋友昨天刚从聚美网上订了一个粉盒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拿，效果挺好的。那你这2天怎么那么赶？这2天我爸有点不舒服。严重吗？没什么事儿，老小孩陪陪他就好。反正如果孟叔有什么事儿的话，你就给我爸妈打电话。没事儿，不麻烦叔叔阿姨。成，你看着办。今天最后一场演出以后，我就要回北京了。你明天就要走啊？对，有一个戏找我。这次又是什么戏啊？还不知道，希望是个自己喜欢的角色。接待领导的事儿叫他们安排好了啊。好，来，大家请集中一下。来，10几天的连续演出，大家很辛苦，也很疲劳，这我知道。但是我们的演出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肯定和好评，在此我感谢大家付出的辛苦和努力，谢谢。今天是咱们最后一场演出，我希望大家以饱满的激情，顺利圆满的完成咱们这次首轮演出，坚持到底就是胜利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享受舞台，享受表演，在人生中留下一段最美好的记忆。我预祝大家演出成功。好，准备了。故事发生在维洛纳名城，有2家门第相当的剧组。累世的夙愿激起了心争，最后一场了，鲜血把市民的白手。是啊，最后一场。是命运注定了这2关海真就这么走了，生下了一双天下无不散之宴席。明天下午我也走。对了，今天晚上的散伙饭去吗？什么是散伙饭？就是庆功宴。我们剧组啊，经常称之为散伙饭。2家父母的嫌隙，把一双我就不去了，想休息一下。一个人在外面，就成了今天这一本戏剧。